继续咱来邀请有一位朋友，是来自咱新北汐止的何嘉玲小姐，带来好听的台语歌曲《只爱你一个》，来拍拍手，共同来欣赏。不是吧？主持人好，好，新南京视台观众你们好，五个大家族，美丽华大家族，大家好。感谢五哥特地来给我们加油鼓励。你啊你，临醉临醒，放落孤单在心事。思念也啊你，我很想心胸的你。我啊我最想你，家乡不是心以为。随风秋波为你听，爱情爱情这有什么苦代替？只爱你几年，在天下哪会那在天更干脆，最是那主。想人。
更再相会。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掌声鼓励，谢谢嘉玲姐姐，两位美女好，嘉玲姐姐好，亲爱的几人哈，今天唱的不错，你知道，因为就做给他听一个音腔，对，来自哪里？府上哪里？新北市，不是，对岸过来的时候，你是对岸过来，听着腔调叫是对岸过来，哪一个地方的？哪个县市？长沙那边，河南是吧？河南、湖南哦，湖南长沙了哈，湖南长沙。过来台湾多久了？很久了，很久了，有20年吗？还没有，还没10年左右啦。有哈，台语拍哦，对不对？台湾的台语拍过有不？台语不会说，但是听得懂吧？听得懂啦哈，听有啦，先爱先听有，啊再开始学先，因为台语呢。背音啊，开拍哦，啊，那就像你前面说的北平话、北京话，对不对？多音字太多，我们就4个音就比较好学，对不对哈？这个台语上拍哦，啊，放在哪个地方又不一样，你轻重音都差就多呢。对，啊，你好不？啊，你是好不？那就不一样了。对，啊，你好不？啊，你好啊不？对不对？那种轻重音又不一样呢，听讲。所以我对那个听。他真的是很认真的在学，每一个字呢就领级那个嘎被搞准了呢。不错呢，唱的这样很不错呢，真的呢哈。哎呀，很多好朋友在看，谢谢。有跟大陆的朋友这样联络，其实大陆看得到呢。对啊，他们都看。他们有在看吗？我的小孩他们都在看。都在看，对不对？对。你这样呢，在台湾你看就是这么幸福，对不对？是的，来跟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再次的问好，然后就跟他拜个早年喽。好，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健健康康、幸福。是的，健康就是，对不对？哈，好，来，谢谢呢，我们再次给他。